太歲當頭坐，四大生肖將面臨流年不利，如何化解厄運？以下破解方法一定要睇到最後。2026年丙午年太歲，星君文節大將軍，係主宰流年運勢嘅神奇。太歲方位喺正午離卦嘅南方，太歲掌管一整年嘅流年禍福。當生肖遇到直、沖、害、破時，該年就特別容易出現關卡、反覆、阻滯、破財、感情不順或者健康隱憂等等。所以犯太歲嘅四大生肖務必要謹慎應對，保持警覺。生肖馬直太歲，生肖鼠沖太歲，生肖牛害太歲，生肖兔破太歲。所以本年犯太歲生肖以及祈求馬年安康嘅所有善信，可於2026丙午馬年立春日起至新春到廟宇拜太歲，消災化煞。拜太歲法會詳細資料已放於簡介欄，有興趣可登入下邊連結。